關於成個嘅呢幾日啊，喺體育園嘅情況，都請嚟一位嘉賓咧，就係再傾下九龍城區議員張景勛。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你有冇入場睇或者了解到即係氣氛點啊？七人欖球賽嘅情況都當然有啦，係啦。咁我可能由第一日啦，同埋琴日咧都有入場去睇一睇嘅。咁當然喺場館裏邊，除咗主場館之外啦，咁啊球迷村啦，同埋一啲幾個包廂咧，其實都入去感受一下嘅咁樣。咁我當然可能其實當去睇嘅時候咧，其實見到球迷村嗰個效果其實都非常好嘅，即係好有氣氛啦。咁啊當然即係可能之前我講可能有少少時間上邊嘅調整，咁但係希望即係可能將來咧球迷村可能喺音響上邊咧都可以多加留意嘅，因為有時可能喺對正咧主場館嘅居民啦，即係講緊都係木泰街嘅居民啊，有時可能喺而家可能幾日裏邊，可能晚上嘅時候啦，或者可能中午嘅時候咧，其實都收到一啲反應啊，就係可能講啲音響咧嗰個。即係低音即係 bass 咧，其實佢都幾厲害啊！咁所以可能對於佢哋可能休息啊或者嘅時間咧，其實就可能有少少影響。咁都希望可能將來都嚟緊都可能喺區議會裏邊咧，都同即係園方啦，又或者係即係環保署都可以分享下呢個狀況，睇下往後嘅活動都可以改善下。即係收到幾多街坊反映話喺球迷村啊，似乎就唔係關主場館入面嘅活動事或者比賽事，係關球迷村嗰個噪音問題事。佢哋有幾多街坊咁樣反映啊？同埋係第幾日開始有出現咁嘅情況？其實都如果街坊其實數量都唔少嘅，因為可能你最近球迷村嗰個方位咧，其實對正一個私人屋苑，咁啊整個成棟嘅露台其實都好即係嗰邊嘅居民咧都有感受到呢個嘅低音響嘅一個嘅影響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大家都好明白，就係即係我哋啟德有城市，咁當然係支持嘅。咁啊，但係如果往後可能搞一啲活動，因為其實相信咧，即係嚟緊一啲演唱會咧，都可能主辦方都會善用呢一個範圍，即係東營呢個範圍。咁所以呢方面都可能即係嚟緊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即係好嘅規則啦、規矩，可以俾翻主辦方去善用呢個地方，可能音響上面可以少少改善就非常之好噶啦。你哋收到街坊投訴，你自己有冇跟進，或者有冇向相關部門或者園方係反映過情況有冇改善嘅咧？又？其實咧，當中第一日其實都有呢個感覺㗎啦。其實居民都有反映到，可能都有同環保署啦，有同園方同埋即係主辦方都有反映到。而第二日都有少少改善嘅。咁特別係當然啦，第三日可能喺場館裏邊嘅表演就可能少翻好多啦。咁可能主要都係可能引領翻啲觀眾咧去翻主場館去享受嗰個閉幕嘅即係典禮，甚至乎嗰個即係煙火嘅匯演啦。所以琴日其實我哋喺單位裏邊咧望住主場館咧，其實嗰個效果係非常之好，特別係煙火效果。所以呢個即係旅發局嘅支持同埋一個即係嗰個設計，其實做得幾好嘅。嗱講翻個情況先，因為主辦方都話早前都講到話即係要減少對於附近居民嘅影響啦。咁就話賽事期間場外嘅七欖球迷村咧，每晚都提早閂門嘅。星期五六嚟講，原本11點咧就早到10點半閂。咁啊，尋日嚟講，再早咗幾個鐘，點7點就已經閂嘅啦。咁亦都其實之前環保署都話同即係文體旅局啦，同埋主辦單位啦，都有了解包括球迷村一啲活動嘅安排詳情，並且向主辦方咧係即係提供嘅關於噪音管理嘅一啲建議嘅。咁點睇？其實做咗呢啲唔同嘅功夫嘅咯喎，已經都。都係嘅，不過可能喺即係晚上可能早咗少少去即係結束呢個球迷村咧，即係可能第一日、第二日會早少少啦咁樣。咁但係當佢整個整日裏邊一啲活動嘅時候，可能嚟講下晝，譬如可能1點鐘已經開始會有表演啊，或者可能當中會有啲音響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唔係話一定去到夜晚，即係可能中午嘅時候，始終嗰個音響都係會有影響居民。咁當然係咪每一刻佢都可能個分貝都非常之大咧？就唔係嘅。咁但係我相信，如果即係始終嗰邊可能距離居民都300米到500米度嘅距離咧，咁有個感受其實都好理解，即係可能有少少影響都會有嘅。咁只不過可能呢方面，如果能夠再改善得好少少咧，先可以做到嗰個與民同樂嘅效果咯。交通方面咧，有冇留意到點樣，或者居民有冇反映啲對佢哋嘅情況有啲咩影響咧？交通方面，其實留意到咧，港鐵嘅服務都非常之好嘅。咁可能相信即係港鐵又好啦，巴士又可能經過
唔少次嘅測試咧，咁所以個效果都好好。咁啊特別就都見到多咗好多，都百幾位嘅工作人員咧喺兩個站，即係上運塘同埋啟德站咧做服務。因為多外籍人士嘅，咁所以可能佢哋使用港鐵嘅服務，可能都需要時間去摸索嘅時候咧，咁多咗人去幫佢哋，可能做啲增值啊或者買飛咁樣嘅服務咁樣，咁所以呢個協助都有嘅。咁同埋都見到巴士公司嗰邊嗰個嘅服務即係講緊啲特別班次咧，都 OK 嘅，同之前嘅做法都相類似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如果能夠將來咧喺承啟道啊或者係承豐道嗰邊嘅一啲嘅巴士線可以再加強，甚至乎往後呢一啲過境嘅巴士啊，或者機場巴士等等嘅一啲路線都可以喺體育園附近咧都可以加設嘅話，咁啊對於將來嘅旅客都會有幫助。因為其實將來嚟緊當然會再有啲新嘅表演啦，即係特別係 Coldplay 啦。而同時間其實 Coldplay 有2日嘅時間都係咁啱撞正我哋九龍城區議會咧一個龍城美食嘅太繽紛嘅潑水節嘅，咁所以可能當中一啲即係路線啊、巴士啊或者係啲交通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半分鐘到啫，係咪話啲球迷嘅行為都可能造成一啲滋擾嘅對居民？係，我相信球迷嗰邊咧，其實即係可能都第一次去我哋喺啟德呢3日嘅一啲嘅即係活動啦咁樣，咁可能係要去即係要去熟習翻可能啟德體育園嘅一啲設施嘅咁樣，咁但係當然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可能我其實都係留意到少少，可能場館裏邊咧都會有唔同地方都會即係可能會有啲外籍人士可能喺度食煙啊，係啦，或者可能即係可能嘔吐等等嗰啲咧，咁其實呢方面都要留意下。咁但係當然即係第一次啫，我諗相信下次嘅活動咧睇七欖咧會更加順暢。唔該晒張敬。